我叫鄭志豪，呢位係我夫人黃瑞晶。我哋兩位今年都係63歲。我哋夫妻倆由2012年到2025年，一共用咗13年嘅時間，遊遍世界233個國家同地區。出國幾乎係隔日會坐一次飛機，10幾年坐幾百個航班，甚至過千個航班。喺飛機上面可以沖涼嘅航班，嗰個跑道完全係個泥路嘅跑道，呢啲人都坐過。呢個非洲之奧火車相當豪華，但係個鐵路相當簡陋，搖搖晃晃咁樣結束呢個火車之旅。呢個係非洲嘅掛畫，呢邊都係非洲嘅掛碟。英國為咗喺個岡比亞河要攞個礦產資源，佢就將嗰條河劃分為一個國家，叫做岡比亞。喺我哋好多人嘅眼中，覺得非洲係好貧富。我哋挑咗有啲營地，過得一個好舒適嘅生活。去南太平洋都要響大溪地進進出出，佢係一個日期嘅分界線之中。你喺呢邊入，佢嘅時間早一日；喺相反方向入，佢嘅時間將會遲一日。買錯機票幾次都係呢個國家啦。好多國家同地區咧，佢唔係隨時隨地俾你入去。比如南極，你只能夠揀喺每年嘅12月到明年嘅2月之間進入。比如嗰個北極，你要喺每年嘅6月同9月之間進入。所以就係要走勻全世界，必須有財力、時間，因為佢不確定嘅因素太多。呢200幾個國家之中，有好多戰亂之中嘅國家。返到我哋嘅國家，和平真好。有啲人問到咁危險嘅地方，點解你要去呢？呢個就係一個認知嘅問題，但其實所謂嘅戰亂國家並唔係咁可怕，因為我哋唔係去前線嗰度去，你必須要提前好耐計劃，規避開佢。我哋夫妻倆用咗將近700萬咁高嘅費用，主要係因為我哋兩個自己行。我太太佢係殘疾人士，佢係拄住拐杖。我哋夫妻兩個人係5隻腳嚟到走路嘅。我係好唔中意用嗰個中文導遊，因為中文導遊唔係當地人，咁佢好多時候自己上一啲文章出嚟應付遊華。我係唔帶翻譯器，英語不斷進步。越來越好，佢都係啱啱出國開始學，對住個手機喺度學。跟住大膽向出邊講。對於我嚟講，13年身體嘅機能冇衰退，心境更加平和，更加後生。